水本來係大自然免費賜予俾我哋嘅，佔咗地球表面差唔多3/4，但係唔知點解我哋竟然心甘情願喺收銀台俾一大筆錢去買。到底一個原本幾乎免費嘅嘢係點樣變成一個價值3000億美金嘅全球商業帝國嘅呢？要拆解呢個完美嘅商業騙局，最清楚嘅方法就係順住啲錢嘅流向去查，揾出賺得錢最多嗰個人。一講到中國首富，你可能會諗起科技界嘅人。但係喺過去幾年期間，中國嘅首富其實係一個叫做鐘閃閃嘅人，佢坐擁超過600億美金嘅身家，而佢靠嘅竟然只係賣樽裝水。現代樽裝水嘅奢華定位源於一次極之成功嘅品牌重塑。喺1700年代尾，為咗逃避法國大革命嘅有錢貴族，喺法國一個小鎮嘅莊園入邊發現咗一個特別嘅天然泉水。有個人飲咗呢度嘅泉水之後，聲稱對健康有神奇功效，甚至醫好咗佢嘅腎病同其他疾病。消息傳得好快，好快就有好多人長途跋涉嚟試呢啲神仙水。但係因為當時嘅交通好唔方便，當地小鎮嘅人就意識到佢哋可以將呢啲水入樽運俾嗰啲去唔到當地嘅有錢人。喺嗰個年代，得啲非富則貴嘅人先至買得起呢啲神奇嘅樽裝水。佢係一種身份象徵。而對於普通人嚟講，水依然係免費嘅，喺任何一口井都可以打得到。但係到咗19世紀嘅工業革命，一切都改變晒。城市發展得極快，去到1850年，好似倫敦呢啲地方已經變得非常擠擁，100萬人逼埋一齊，未經處理嘅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結果引發咗可怕嘅霍亂爆發，摧毀咗無數個社區。當政府仲慢慢咁樣挖緊隧道，鋪緊水管去建立公共供水系統嘅時候，私人企業就意識到恐懼係極大嘅推銷動力，佢哋乘虛而入，專門為富裕社區建立咗私人嘅潔淨供水網絡。佢哋仲開鋪頭，將乾淨嘅樽裝水賣俾任何急需安全食水而又俾得起錢嘅人。到咗1970年代，大部分發達國家嘅公共自來水已經非常安全，完全可以放心飲用。呢個時候，水公司就面對咗一個巨大嘅危機，佢哋冇咗最大嘅賣點，為咗生存，佢哋必須發明一種新嘅理由叫人買水。於是佢哋唔再同廚房個水喉爭生意，而係轉向同汽水、雞尾酒競爭。喺70年代，法國品牌 Perrier 喺美國發起咗一場大型營銷活動，將自己稱為地球上第一款汽水。佢哋喺廣告入邊展現優雅嘅成年人喺高級派對入邊飲緊 Perrier。而幾乎喺同一時間，有科學家發明咗 PET 塑膠樽。呢種新嘅塑膠製造成本極低，重量輕，而且跌唔爛。突然之間，成個行業都揾到一個完美嘅組合，一個平靚正、跌唔爛嘅容器，加埋一場將樽裝水包裝成有型又有益嘅營銷宣傳。但係當呢場塑膠同營銷革命征服西方嘅時候，喺中國卻遇上咗巨大嘅文化阻力。幾個世紀以嚟，中國人嘅習慣都係將水煲滾嚟飲或者沖茶，直接飲用山水係一個完全陌生嘅概念。不過，隨住中國喺80、90年代迅速工業化，城市嘅基建開始跟唔上，就好似19世紀嘅倫敦一樣，市民開始擔心自來水嘅安全。早期嘅中國飲品公司就睇準時機去解決呢個問題，佢哋向市民推銷經過重重過濾嘅純淨水。而呢個正正就係鐘閃閃睇到嘅黃金機會。喺1996年，佢創立咗農夫山泉，仲用咗一個絕妙嘅反向策略。當所有競爭對手都喺度賣緊實驗室級數嘅純淨水嘅時候，佢將農夫山泉標榜為100% 嚟自深水湖泊同原始高山嘅天然水。佢將法國 Evian 嗰套天然同地位嘅幻象，完美咁樣搬咗去中國市場。就係咁，佢建立咗一個龐大嘅商業帝國，成為咗中國首富。但係樽裝水究竟係點樣維持佢哋嘅利潤率嘅呢？要明白呢一點，我哋就要睇下你其實係買緊啲咩。當你俾錢買一支水嘅時候，你幾乎從來都唔係為咗啲水而俾錢。如果一間大型飲品公司只係抽取當地城市嘅自來水，個樽入邊嘅液體成本連1毫子都唔使。佢哋真正製造嘅實體產品其實係個包裝，一個 PET 塑膠樽，一個膠蓋，加埋印好嘅招紙。成本大概只係1-2毫子左右，就算加埋運作入樽廠嘅成本、請司機送貨嘅人工，以及嗰啲昂貴嘅廣告推廣費，製作一支普通樽裝水嘅總成本通常都只係5到10毫子左右。
但係喺超級市場或者便利店，你好樂意俾10蚊去買同一支水，呢個係上千倍嘅利潤，呢個絕對係全球食品及飲品行業入邊利潤率最高嘅生意之一。呢個行業可以維持咁高嘅利潤，全靠一個巨大嘅經濟學外掛。喺商業上，呢個叫做 externality。樽裝水公司每年製造同賣出幾十億個膠樽，但係你飲完之後啲膠樽點樣處置，佢哋係1毫子都唔使負責嘅。執垃圾、回收空樽、管理當地堆填區，仲有清理自然環境中塑膠廢物嘅龐大成本，全部都轉嫁晒俾當地政府同普通納稅人。佢哋賺走咗塑膠帶嚟嘅龐大利潤，但係負責賣單執手尾嗰個就係你。如果普通樽裝水嘅成本只係幾毫子，點解啲人又會心甘情願俾10幾甚至幾十蚊去買一啲高級品牌呢？首先，關鍵在於水源，同可能只係嚟自城市水喉嘅普通樽裝水唔同。高級水標榜自己有極度純淨嘅源頭，佢哋通常取自深層地下儲水層、偏遠冰川或者完全冇受污染嘅天然泉水。喺呢啲環境入邊，水流慢慢穿過層層古老嘅岩石同沙粒，經歷咗一段漫長嘅自然過濾過程。呢段穿梭於地底嘅緩慢過程，賦予咗水第二個高級特質——獨特嘅礦物質成分。當水流經岩石嘅時候，會吸收鈣、鎂、鉀等等天然平衡嘅礦物質。呢啲成分會令到水有一種獨特清爽嘅口感，同深度純淨水嗰種平淡無味完全唔同。除此之外，好多呢啲高級水自帶鹼性特質，因為佢哋嘅 pH 值較高，通常喺8到10之間。所以好多追求健康嘅消費者會特登去買。另外，高級水嘅體驗仲有賴於佢哋環保奢華嘅包裝。相比起平價嘅即棄塑膠，高級水通常會喺水源地直接入樽，用嘅係優雅嘅玻璃樽、可回收鋁罐或者唔含 BPA 嘅物料。呢啲高品質包裝有雙重作用：一嚟可以物理上保護食水，防止容器改變水嘅味道；二嚟亦都可以迎合嗰啲想減少塑膠廢物，同時又想享受高地位產品嘅高檔買家。但係高級水市場真正嘅秘密其實係心理學。高級水係一個教科書級別嘅韋柏倫商品，即係一種價格越高，需求反而越大嘅奢侈品。當你揸住一支高級水嘅玻璃樽嘅時候，高昂嘅標價本身已經成為咗一個賣點，代表住健康、財富同品味嘅社交標籤。透過將價格維持喺高位，呢啲公司確保咗你買緊嘅唔單止係解渴，而係一個高度搶眼嘅身份象徵。歸根究底，樽裝水嘅故事根本唔係關於一件實體產品，佢係一個關於營銷、便利同物流嘅故事。呢個行業成功將一種免費賦予生命嘅資源用塑膠包裝起嚟，然後說服全世界買佢就係健康、安全同地位嘅象徵。由18世紀嘅歐洲小鎮去到現代中國價值過億嘅商業帝國，呢條方程式從來都冇變過。多謝收睇。